评弹艺术的窗口，评弹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名家名片来赏识，每逢最美西山逢，书迷朋友大家好。书迷朋友都知道，我们苏州弹词呢有不同流派的表演艺术家啊。那么在苏州评话当中，同样也有不同风格的评话表演艺术家。那就拿说三国的评话名家来说哈，像唐耿良所说的三国呢，有他自己的个性风采，所以呢称为唐三国。那陆耀良所说的三国也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所以人称为陆派三国。对的。那么呢，今朝个名家名片节目当中呢，你介绍个是张家港平台头推选的评话名家张国良先生。张国良先生这个一生呢，得三国接盘，再具和丰富的富裕个性的评话艺术特色。张国良先生伊拉继承父亲张玉书的三国风格，特别是让后三国方面开创自张派三国的艺术风格。那据我知道哈，当年一部三国，艺人们可以说上好几个月。对，那说的最长的可以数张派三国了哈。一般演员说三国呢，往往是说的是前三国，也就是从桃园结义到火烧赤壁。那其实后面还有好多三国的故事没有去展开来说，而像张国良先生在他父亲所说的三国的基础上呢，又开拓了后三国，所以呢，他所说的三国啊，是我们评话界最长的三国了，甚至可以说上1年。对，一定不错。那么张国良先生呢，对三国是熟而熟熟。一个胸中呢，就是一部完整的评话三国。你曾经自家让书上里向演出，让用家用摄像机录制了很长的一部分，会用很大的心血，用文字整理了一部分三国出版发行。那么，你电视书上呢，还录制了张国良的一部分三国，但是呢，才没完整的努力整个三国全部录制完毕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没错，可以讲张国良先生的一生是神系三国。说的没错。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电视书场在10年前拍摄的介绍评话名家张国良的评弹专题编《情系三国》。老说大概诸葛亮毕竟是新马一生的也叫不啦，过到台湾人的口中也干那个嘛，那是搞做事。评话俗称大书，评话三国在大书中被誉为大王，可见是一部优秀的评话。评弹史上说三国的杰出艺人较多，而黄兆林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评话前辈。黄兆林之徒张玉书继承师业，又编说了后三国，丰富完整了三国，成为评话中的一部巨著。张玉书之子张国良继承父业，在长期的演出中不断修改、整理、加工，完善了整部的三国，真是代代相传。80年代初，张国良先生不顾艰辛，为让三国这部口头文字得以保留，整理写成14集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约计400多万字，为评弹艺术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财富。如今张国良先生已68岁退休在家，但他还是忘不了三国。去年还来本台录制了其中一段篇章，这位老先生真是与三国结下了姻缘。苏州是美丽的，苏州的小巷更是富有诱人的魅力。正如苏州的评弹，这位三国评话演员张国良就住在这条富有诗情画意的幽静小巷里。要设置50年三国志，主要呢从唐先生的神魔开始，但三头这边呢作为前三国人不正。那么你要过到我书呢历史教了个神物鲜明，所以这里子你要呢我三国继续下去，所以从张宋西地头西周东周一直下到6出2三诸葛亮西，所谓与三国呢是你要创作出来。那么我呢随着你要个114岁下去嘛，一直活到三国呀50岁刚讲我谁，要我几十年的，否则一下子活一头收入之再活一头。我呢我只要是呢一个钟头啊要说的我大概钟头一个事情，一直说三国谁呢从40几年三国志，这个13国当中呢，当然听众有欢迎有不欢迎，不可能内部是在欢迎，有一种根本读书的欢迎听，会听电视电视的，但是欢迎的听众呢
还有一种带我饼干的没干，还有什么？你个三国子呢，说的经济，像十周军日啊，还像蔡州交替呀，像金秋时等等给了，只要你个设施呢，立非体系起。可是你个是呢，4个字社会是一个立法的，社会什么人就要立，我话他带那个艺术，所以这样讲立字。那么还比较你是三国子，你讲立吧，我举一个例子。比如说上岗一岗米了，你就过了书本上上岗一岗米了，单方面出边在车上口米了里口上面和一堆啥么子吃不正，心里虚，叫大家去吃头，大家要好得不过去，根本是俺忙枪说不上，打拼不上，根本一把不能文说题，所以说题这个身上出现那个题，那这是一个理了，高明，一个理。一个你像西尼，西尼呢不对西，西呢就生在西头的呢，西尼当个西两回事，西尼我就西呢什么实质上面就这样子，不可能的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三国志呢，虽然我三国志从头至尾各历史、管理、人物、公信也薄弱，那么那个七千被打了还不行。刚才我们收看的是评弹专题片《情系三国》，从片中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了张国良先生以及他的对艺术的追求。那么在电书厂开播初期，我们曾经邀请张国良先生来录制了10回前三国。5年前呢，那时张国良先生已经有70岁高龄啊，70多岁了，而且呢身体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，但他仍然欣然地应我们的邀请，又来录制了14回后三国。对个，那先生的精神真是非常不简单。那么听说呢，不久前李诺张国良先生作为三国的传承人，为你了制定了备传承人。所以你今年呢，也拿精力放在传承工作上向。你这个种追求艺术的精神呢，是值得你家艺术的同学们、师辈们好好讲好这个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国良先生开讲的后三国一则街上马上车。后少兵士，三车骑着俺马车。看着我子忙得不利，作为叫丞相，你还保住杨水呢？那还保有呢？这些内上来找大送到，把那杨水翻回去，我不记得么在你还别找到，反而不里等着口也不给，这光是搞不来句，骑着俺马车，欺负平啊！你儿子西出大改大，弄我三车捉弄一番，面子一定要抓住。我攻不来，俺高大军阀作为军阀属地，将杨水来打我打张树刚，门在将军长，我准备幕布20来军队将你来接，可你阿过来，我部队阿带里，杨水给我打张树上听讲，过到去得里，非准备不善在牡丹地已经到那怎么样？搿地方想要人家打杨水高，杨得的吧？你们上你打寂寞噻？根本呢，杨水大爷，我就对那三次态度还的，来人们杨妹子一脚不高嘛，你一脚到那各个王事体，还在实际上一脚磕头，杨妹子们莫三简单的，杨水觉得去得当用人办出来嘛。是张大夫，得走来了，进去这样，这个就想要介绍三头们，不能说到这样推得来，儿子养生还行，少他们没有，我们大胆目的，各口汽车，神圣的天内，内容我们张叔来部分当现在，现在想要听你们在街上，幕布20来军队来接。硬攻来着，那么加上那三餐，我硬攻也不破，硬攻高你不破，我预备西走坡地上，我不预备走起来，预备西来许长，们家里拿不来了，我真在头道上也磨呢，不能办得快，们在街上们
定定心心正在腰里，想想海我扎扎蹦蹦磨出来一顿。咱脚上二次磨上，你也磨上才半日天，再人一脚磨得太阳当顶，三餐风雨一句话还杀你。磨山那么中国不高大的，哎，也磨得了三餐不发脾气，反杀你那个总是有资格。哇啦哇啦磨，我弄三百样，对经理警察都快拿走，磨得了才是我左右不稀奇。你也磨得了三餐。不觉我被你们来错的，至少自个来。三周以来，三餐杀，三餐努力杀死，俺被错的，再带你反杀你，那么得到明日再见，张松嘴。为了靠地里大木上场，老子过着今日差不多，跟老板也好个来，至少那种靠你，我被第一个张毛病检查，咱来要那份的东西钱要他不给，那往人里想。放心比脸拿来，这哪不是几个外婆？说今天破啊，给我们咱来要，我不少，可来不起，你该叫我不相信。说这样要我今天破，几个外婆，这个破啊，破啊，你不别破，老不是啊，还是来这往给吧，去去吧。张松半大往给你考个名，随我房子里，什么老兵客气，嘎，所以呀，房门一抬，今天马上呢。站在听了，做小正心，必心真，哪里人跟着，做怪人会举办，随时来干兵，今天咱来要上去对台，一周3年，大概平水下午，大概咱来要来对待，张松祥该到王人天下人才，乃金追人，姓追会举办的出人，过去来办，我不过故乡过道。中国是一个国，走3年呢，中国东点路海点路，大红中国人刚刚他们，我主要说走3年了，有点比当地清凉，不来收钱。再来，这个来抽的嘛，西抽西抽下来，刚才了高门，高头洋河哎呦，带一座水进来，最高呀，这座水暴露的，百人之己啊。叮叮当当带上，中快全部包好最菜一大袋子。这个水上围着我来，当然四肢一杯，冰水项目岂能尝到？万不能。当然那个靠起在，再说冰水项目1战22战说，那个四肢一杯我不起人来了，听听。张松人非常生气。一个你非常神奇，我话来在香港来走3年，东个马里东点路，700最少700，人家落后，几头被掏着了，别靠进来了咱，200一千呢，张松在当来敷衍着，7分真穷，真追人我国家搞说起真追，真追一年上来，这雷上真追了。那真要做你的，想到真追的雷白，想到这个王爷们，妻子都逼活着，随便上来一个人自高也站起，非这张松本的话不会不能雷白的。现在听见雷白雷王爷们，像大吉东高雷张是跟着南中中国的东中弟兄，侪是雷家里后家中雷帮的子孙，那么想到。三餐，你当我有光了，还有孩子，我取得分本来，我根本地道不知难了，我莫名于是比美国就用。我现在雷家的高上，甚至不雷家的们，我非但不是马国，我还有功。来我呀，来你吧应当，来都不来当高，来的话再来谁来当高，总注意搞门那个事体了。那方面跟你这样不可以。我拿雷战的需求，毛不了雷班们，雷班人不错。所以呢，是真正的雷比真正有这样想法。对，但是我在真正反对雷班，是科技的人，他对雷班人出的不错。那么我这个名誉啊，雷王要出的大人大义，爱民如子。
单一类战斗两样。倘若名不虚传了，我整几个本子都送不了。张松的老乡，最靠近了他那富裕啊！咋了？你抽的来嘛？今最从那份大哥啊，从未打过。那么呢，我打份真怪我，两样我做西抽。张松是属于要委屈。那么呢，我负责事体了。门站里就说要住宅，现在呢，你等么我办了，你大概几岁？只想再问你们我门站里要吗？刚还教他们，我但是我经常在播带罪的大丈夫，谁叫我教他把你摩托你犯罪，谁起不起来给他，不是干活的，但留来他去。来找个人，门站高一年，是啊，那么有年还带来高喊我带来有年，已经至少我们这样，但都处理完比高，但是民生工价没到。我本来不想再来口说，来最精准的点路，但处理还比一个呀，自己都就说他了，精准在处理这个让我下笔，大为以后都的生效，靠起在一站上两站说，多么让太太讲讲，最靠你们都不让保守，我呢，生意上是抓过去，但咱老婆要追来其实。大家们在为在意了，随着开，你看最靠人办，张松膏药拿身边本，几头拿出来，干不随用，为啥呢？你们在原来洗了阶段，非要我洗件身体不得浑身水弱，根本都是女拿出来，本来这是女拿着我报了，阿里铺盖，等我洗水弱走起，水弱我屋里为两个人呢。毛棍3个人一道的了，为两个也好吧，一个叫发正发严实，一个叫莽大莽之清，张松还叫用你张用你，这3个人毛头西出。张松讲我是个本都不能发往二人们，娘里头我做有机会不累呗。发媳妇子们我为这个脑子身边一看嘛更简单。在世一开门的困了嚷嚷呢，东南京门在哪摸啥子，要摸得个老的媳妇的了我不得。我们呐，你张资本来为讲，为何像14人啊，东边里向东干当一边，个17岁来搞你还听着，摸起来搞你还不讲，但我不要嘛，红好人，一下狗10大来着，40上场，20万军队交上。10万部队，10万部队，马兵神将马壮，步兵抽条蹦中，都比皮手80距离，刀枪一对对搞好，文武义务天了，分政府2毛钱的，香港中级头的，得到下国的命张松的来，还来，就问哪是呀？离了几安靠在那边上的青海山，下国证明，杨德都想。张松人一起来，我大里初见面们高到个朋友，刚有内容的了，一把米空白2万火龙虾，不叫实在实上，自从节子里没啥，但是一个好朋友，杨各种沙漠们来打胜利，实在几万靠的火幕，老百估计杨大夫来侮辱，英俊招的，那是一品大夫，杨水门说张松来，要就白的2万王盖，我们推开门。张松还要往开，张大夫德州说不去，丞相教堂真美的，亲的，教堂相见，听到啊？是的吗？但我的上幕2号的兵马来到教堂，到教堂红布魔术哈，不往进教堂，刀枪一对对搞了头顶了，要刀枪地上走进去，对下这个人抓法对外国罪了。张松当年不考试，杨水讲我这里水话可见都买了你，20万军队杀鸡人人，杨这种都要记得。张松搿地方2次毕业的，那呢礼拜不到大将军呀，挺兄弟了，2招水坏了坏，都为你放步到墙地上走进来，10到义务厅，杨水上来丞相张永义来了。2
响一声，张松打上衣服的，一口香药出了，身体到这腰有晒出龙肉，水一着水打到几边浪向，我了子晒公的眼手浪口了，一副杀心。张松带些市场，一大路到房子上倒上来。想要像昨天老乡当郎们来十步路之内，我还是呢。那么乡当郎我一顿袋子，该当子袋账本来呢，准备追着当部队办个，输了，还是里面的钢铁手下的来来，啊，家里想要哪家想要？看着你儿子不见，来规矩，马德公张松一的，神女唱唱说，再猜想，我那么不了，是张松小后人，顾开老夫20位军马，精壮么？你看看，新发射起来，你看，干嘛当水啊？这个像流氓一样啊！包孩子我用的人，那个你外跟那阿金长，来家里口门张松2只3旅行，可带来吃来听，带交上得流帮走了，可啥这个军队确实是分，确实是紧张，32岁上，30岁后血气方刚，精神抖擞，才是又有被冲和人疼，紧张。谁出可为此等之军，出了一个中军队，放任莫见。新发派的那什么子莫出头，我背地在口坏人，这样再来嘛，罗里前来讲的，有人不的，啥差一点，嘿嘿嘿嘿，拉住鸡胸大子，上日打来凶，现在可几位军队也将泡沫皮，放任莫见的人。军用是哦，你看军用呢，啥叫军用呢？就是部队的当备买子弹好子为主，新发射去自保。那个我军用啦，啊正义，不像刘备去我军队，有子还空白，有子还门不操，总得打到地上不离。我们军用啦，趁我吹动4套自保，擦光这些，别听，忙忙去试一下，张松一口。马德公，张松可军用啊，一日偷据我计，偷计我就是像来你个计来你狗，不是同理的，马相没了，像副司来你来了，不像这样狗狗，神女不到佛庭啊，这当运动，那么西秋口一次的军队，小伙战上忙着么的。西川生意的人不讲实质，讲不的。哎，我的成语硬讲，你讲生意的人搞好几句，不讲那两种，就讲的配，讲的不。想要像真在红罗上面不来，真在在阿福的张松来，我们不用生之力的耐心。那么我两边很无聊的。那我旁边问我，刘备打了在县城那几个，分过几个，副将几个，顾开老婆，希望能正贵族之将，差在对量，而该之容。旁边的大将，能正贵族，骁勇如主，那可啦？不晓得哪想要服务的呢？分过副将的才服的这，李多分务才有什么？各个朋友来记载。从前在相当老师不到佛体来想要，但今朝上来我里，实际上刚刚讲口来个玩意比起，不大容易水服的。那边容易抬出去，连你带一来抬的，不成那手里。张松祥弄坟墓一来抬出来，根本来讲口大将我口着，对被大将一忙，把大将带在口浪里地的，不处理摸地上了问。马德公。张松顾开这辈副将，够骁勇如主，不够效果在西楚文德。当年在上北平地，因为保王小将杀来冲去杀来，一时扶着之间，这个500人的人
请问马德公，这杯大将家在哪里？哎，被大将在台前，一句要我比大将也不比光。那让的大将们一个宝宝先这样三子龙了，到那500人个让我的杀来冲去冲来杀去，干嘛呢？这杯大将在让吃嘴呀！我又来这想打我哪里嘛？这富家伙他们分人，上次没花不落子，没落上子。张总理滚开一帮的分人，叫做主动门而该之用。把分人先用啊，那就为的别弄你太太在，你不为我听给。张松得被分人以后嘛，哈哈，张松开始被分人，当年特别追公追了，被追公军用计把你成为军内上提政府们，保卫军内兵态无用。然而日天起，这被分人家在哪里，都在让出没家。那个一个文官还叫给那啥的文人，高中一个追了叫给那啥的文人，那地方归上用了。一个在自动拿大将军不屁股，一个追拿那的文官全部收的，三国里当负责，三才的够好样子。那个张至少2个将啊，要你想去报警拖起来，张松在滚开老虎，有囊好我佛，要你上门报警风里梦阿夸。张松在那种人是要美，一时出门打来就打好主要干，我少了用到出来好人力啥的，报警风里。拿着张松10几人枪，杀人不计血。那杀人不出血，我杀那个男人，那妻子血不出来，老子打一顿，这家伙到我哪里了？哎，来出来对张松浪下，嘿嘿嘿嘿嘿，作为真是以下生不如落草，哈哈哈！怪物，真正怪物，那寡妇子，生不如落草。上次张队吃我，鸡胸必备，口发一样。说，张松先生们啊，我那个抓住10周的，我是事后确定的，这个我也不是顶中的，这个老娘杀出来，来我老娘杀这么，你如果我跑这样的，少你们也来看的，少你们也等下，可是还是自个玩做主，你事后不够的，事后我。这个再一个不再高位发展，现在我在你儿子，我生不落场。张松真个不会进来破了，马德公下国在西头再为上，说你生不落场再上，你处理的儿子啊，下国在西头美貌形式再漂亮，你在那中美空再漂亮。西头在吃饭我们亲密良药，不像是张松摸得来三餐，不支持2分东来，马德公坏笑，公公的南宫上位，西头公公一民族，南宫上位一让你吵，哎呀让，一直生不落落草，但是种西国影响，西国想要的嘞，你给我大家能有几个影响？一民族二字好字口，南宫上位上他讲少年呢，哦哟，这家伙结棍高，100岁不懂3才明白，南宫上位是宋灵公是我大将，你的外父恨得不得了，人让你操场，但是不能漏国做他这些，这些漏国的俘虏的，也就是在南宫上位打。宋灵公上7罪，虽我办得来，但是具体天子教本啊，新君即位。李国老还有皇帝了，三国到三国这个皇帝不怕用上，像三国后先帝没大球的，李国老最天子最大的我了，最天子啊三国呀三国的雷宝文后先帝啊没球的，但是最天子死特的了，儿子即位者。新君即位者，这国老之一呢，3日复活天内，
不听的闲话嘛，理解也有，要怕人的经历，几点细菌啊，红心菌。那跑啥意思呢？比那南工上面吃酒嘛，吃得这么的，随大松林公讲说台湾，让我们带经理去，当然看看经理的繁华，当然我们来去几点细菌啊，红心菌。打到松林公嘛，都吃的就这样，还是最好的。说南工上面，人人在喊起，难喊起，我们上了班去，难中些，路过俘虏的。难去抬我抬一个，跑个俘虏去，还要抬的，不要这个家伙吃这个。那台子里带下里叫他密码又是难听的，带子送林过，台湾我们是俘虏，那些的俘虏为大人、大少年、随大内，就说捞起来一张水，每个礼拜交通，那只要开荤的呀，我送林公开啥，甚至哪开啥就我。比老师后卫刀枪指那里，随我南工那位做来，杀车浑身肉挂下来，再次总之牛油怪在吩咐，大家吃的是还一个就用。三车一听哦，你都他们这个才是想要之才，你他们才是杀鸡的，这才那样我俩，嘿嘿嘿嘿，那家伙伟大的，摸得了我个抵抗。在中国地方我听完哦，一定来漳州南池里的口口山菜，从山口去这么人再去，根本呢，我拿两个儿子来放在那个，本人讲一个孩子养不到，我养4个孩子，4个儿子才哈，我说你妈，我养不错了，吃好个3倍，那这个狮子教成长之人，才是不得了解大陆主义，不过我听见外头人讲。这都是出来是搞老讲，为什么我不要推了我的？我路上听着讲，大陆主义，三餐嘛把你磨混他说，搞对拿了搞不听讲，讲成什么？马德公听了，长子长派了，每逢马德公出兵，他回来相送。马德公成为他的一批小心，甚至他越起马德公之位，越得马德公之酒。父子之间上从七作之心，后成为汉，并让得救。就说自己现在三国有2个人，眼里老都要高上，一个么刘备到高现在，张松地都不落在，实际上呢2种眼里张松地都落在，三场你知道啥样？来吃了本来我老当去呢，三人想打2边，2个蓝角色蓝文武来刚刚。我现在呢，那个酒啊，干不了第3个儿子，越收回不了3之间，否则那个闲话说单是3派你都过的，3派过上我们同儿子当不了，那说不兄弟，大文武商量，干嘛文武过上你大公子当时的帮你忙了，那个是大家想办法出来，在公子要你人都要考当必当，你有办法，啥办法？你在你手背，有什么？你都要大兵出征呢，俺都2儿子送过来。那边好友就考，找了一个那边考，有空考那边不考。3派嘛领得清，从今有3车出兵，2、3儿子总会喊我声音，几个带着阿妈带人工啊那，总会说这里头。一个3派一举了不是门口，1次2次。3财富过大，理了句子嘛，杨子3辈出来没有？还有你句了，不是杨子不门送我了。现在2个儿子，啥道理怎么儿子我出兵总归困难？你句3辈，如果出谁，如果出谁，如果不出谁，那么你句来不在这想了。2、3儿子伤害我了，再碰我磨皮，也希望我救我做干本。不是相信，但我儿子不真的想。为啥呢？你可门？因为我要年纪1年1度，老师有征兵加大的，你知道出兵打仗，风声，然后冷天热天，风雨上升，谁也够力的。反正我要遇上3大2度，你作为儿子来了，不个能力来代替我要，
所以为我要个安慰，为我要个身体健康，两种爱的，真心想的。那么上场决定这步，我写下来，高档受不了上牌。还不知道个事体不老子以为，完了对我才不知道当天门人，今在当面说出来，各种日子做看看，那要能你为了回门开，别叫他这个上张王希儿一用之父，一个定章作揖，实际上呢，一个定章做更多日子在用，少加定章，实力了为主一定，实力了定章呢，就是对于地方，三国志。两种西后的后干中，随着地方出身，不能争夺你之再恨。一个地方呢，要做够就用在上之间乃是代兵好做外去，搿点么咋说硬实的？你到个第三个儿子一副自高本事，哪个儿子老人讲帮子这篇文章，我说上之间讲的，是个代兵的要上用之高，乃是一个禀赋。叫三餐小儿子一年四季吃药，上里打个几个名字叫志刚，那身体还有说刚强的，去等到药中是香药，包个超市摊子人家不能吃光的，一年四季吃药，上里叫三用三志刚，禀赋啊，张叔是带在哪里？上餐不离，拿两儿子晒屁光，等一等，哎，突然之间张叔带上餐，马德公。你口之前为务，四肢较能，上他的弄不懂，其中一个钢锯，上他像我养的儿子来些的钢锯的口些的，将军后代，走水出医生，医生也走水。你中国人就来我，水出个不汉之身，对水还进来不及来，人都要水水在，条水嘛出海个身子。那个身子条水出来，叫走水出医生，医生是走水。马德公与二位曾大人，所以四肢较好。哎呦，出来要我用了。曾大人这还一个哟，曾大人是养那个药哟，还叫曾大人弄这两个了。出来我用不到，三餐出了两个药哟，三餐不进三药，里些河鱼哟，河鱼是要让养的三餐的。第一个这样，上来来出来三名家母，要娘养的破菜，还说母子嘛叫三母，养的破，哪里几个不能在家里？那么光红的，老夫对兵发出，我当做西周，别当西周啊！征战出兵，吃毛仗就是征战，那征兵的人叫就是吃毛仗的人叫，征兵之战就是罢兵之计，我叫好的还为他如此。牛死了，来到我山才真正没动啊！张松听了，老夫一向为父，小小西周不能大兵，小西周打不兵，还好听啊！我来告你为父，上朝过了来真是东为父，我现在你弄那摸，摸得来人呐，摸得来人弄那路旁看出去，我现在看的啊，叫让我对百姓行人行里摸来。叫他们听不听？叫他我都还哭了。没事啊，那边里有个衣裳拿拎起来，预备的多了，睡了了，到武汉了，恨不得马上抢着去，最可能还干了还，那么过本到军就气头，那么了，我为记住。观众朋友们，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。下周同样时间，第18期的名家名篇赏析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谈此名家陈锡安专辑。观众朋友们，下周我们再见。观众朋友，再会。